大家平安。平安。伫即个世间来讲起来，咱有真侪变化。若亲像疫情忽然间来，还是讲咱的 snowstorm 即摆的天气变化，甚至高速公路有一部分阁是block 所以本地有诶可能半点钟就会到驶车驶有规暝拢无法度到，车在停伫路边总是。伫基督内面实在是拢无共款。今仔咱同工诶彼此诶应变嘛，感谢上帝大家愿意无共款诶变化，总是咱愿意伫圣神诶引带内面，咱会当调整来，咱学习诶是上帝诶话，关起头上帝讲，就成就即个世间。过来就是上帝即个话成做肉体。成做耶稣基督的优秀甲款式，互咱会当学习免来行踏。另外一项就是耶稣承担咱全世界的罪恶，安尼安排一个救赎的计划。建立信伊的人，上帝的信息就递到伫伊身上所以就会当互咱伫基督内面即个永远的国度来成长。咱三甲做伙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你赏赐即个世间，因为伫信仰内面讲足清楚，对阮起头，上帝透过基督创造一切，所以伊甲犹太教无相款。犹太教讲到7天的创造，讲到伊爱第2，总是因安尼讲的时阵是藏伫因的想象内面，因为第3章的时阵。人就已经去互上帝赶出爱第2，所以对因来讲起来，头前到底是啥物款的创造方式？因敢若会当记忆的是迄2个创造论，总是对耶稣基督信仰来讲起来，信仰所讲的拢是创世以前就开始帮助阮今仔日对你的话语本来刚刚所讨论所安排嘛，有人献诗。圣诞节实际上，上帝透过圣诞节对所有的教会兄弟姊妹，甚至对世间上重要的祝福，除了平安，除了疼，除了牺牲的疼，上重要就是诗歌。所以咱本地实体的部分要安排有献诗的部分，总是今仔日咱因为伫网络顶头，所以有小可变动，总是感谢主，因带阮伫你话语内面，会当互咱看清楚到底啥货才是真正永远的平安，真正永远的喜乐。祈祷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免。今仔咱头前除了所读的经文，实际上遐诗歌也好，还是启应文的部分，实际上一个是对大先知书以赛亚内面讲预言，讲到耶稣要来的代志，所以耶稣的诞生已经应验这个预言的头前的部分透过耶稣的长大，特别是到伊要30岁、27岁迄阵伊开始较真正行迄个耶稣运动，就是听候加说咧约翰落家了以后，较开始耶稣来呼召门徒，安尼一路行到世界即个部分。所以今仔要甲大家三甲思考，因为真侪人伫圣诞节的时阵，圣诞节期，那亲像咱前几礼拜我嘛有机会伫咱遮参加分享的时阵，我相信袂少人拢会用路加福音甲马太福音的部分来讲到圣诞的遮个部分。所以伫即个部分，咱来思考几个角度。一个部分就是讲犹太的人，实际上因认捌独一上帝。咱毋是犹太教的人，可能咱较早拢是多神教还是无神教的即个部分，所以较无偌清楚所以咱来重新去对犹太人来讲起来，天使咧传播福音好的消息的时阵，竟然是对旷野的牧羊的遐人。咱去想是讲牧羊若是即阵，咱看到拢是说因搁伫旷野
实际上遐靠伫遐暗时嘛诚冷，诚冷诶时阵，佫无法度甲亲人做伙，嘛无啥物人爱做即个事业，所以对牧羊人来讲起来，这是一个边缘行业。但是上帝无要放杀遮诶人，所以因伫无奈无助诶时阵，上天使甲讲，传播即个好诶消息，佮甲记号讲互清楚，伫迄个养饲精生诶迄个槽内面因为当时实际上较毋是马槽啦是尾仔演化较变做马槽啦当时饲可能是牛啦、羊啦鸡仔啦较属于迄类诶部分所以伫迄个槽内用布包诶，迄个就是记号，就是耶稣，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咱人永远伫地同在诶意思。所以诚做即个牧羊人本底是甲社区来讲是脱离诶，拢在伫旷野，嘛无法度真正活出迄个温暖伫迄个彼此诶关系，伊都爱伫迄个孤单、无奈、无助不得已在离群索居安尼无。但是天使就来甲因讲，对毋免惊开始，毋惊过来，可能天使咱亲像咱着听天使地因讲，咱笑了以后，天使天使天君天使天君伫遐咧吟诗了以后，可能因着咧对话讲，这敢真诶就有人讲 Let's go，咱来看卖，所以毋是干那伫遐对囝兄到遐姨对遐姨讨论彼此咱来看卖。因为嘛有人伫遐咧讲着即摆对教会事工嘛是相共，团体事工嘛有即种人卖啦，这有啥物困难啦，无爱啦，但是伫即个故事内面，遮个雇养诶人就讲行，因着出发，所以有一致诶看法去着吹着佮看着诶部分佮有对东远来遮个高人显金女香莫要安尼诶部分，所以因毋若安尼，我相信因出去嘛欢喜甲会参与伫即个好消息诶内容所以咱伫迄是圣经讲诶迄个部分内面有足侪款诶角色，但是今日牧师敢若请大家去想讲牧羊人到底甲咱诶关系是啥连牧羊人拢 including 即个好消息佮传播好消息诶行动。所以对咱来讲，咱嘛是伫即个世间，咱来清楚讲，咱伫台湾，有台湾的价值观、语言、概念，移民到加拿大来遮生活嘛是真困难嘛无简单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故事，总是要移民入去上帝国，要伫基督内面，迄嘛无遐简单迄也无遐简单，所以咱今仔会用以弗所书来互大家小想看卖因为咱清楚讲，咱庆祝圣诞，咱袂亲像是世俗人的庆祝法有的人讲愈来愈 commercialize 所以咱第一个部分就是咱来思考，咱是永远国度伫基督内，伊是头，咱是肢体的即个身份，所以对以弗所书来讲是保罗那亲像受关受关了关的时阵写的，就那亲像伊的语言伊的语言的物件，所以伊安怎讲？所以咱用第一章即届咱分做三段因为本来毋讲即个礼拜是体部分，咱就会当加唱较侪歌的一方面唱歌嘛会大家更较欢喜一方面嘛了解着讲，实际上耶稣迄阵出世了以后，充满血腥的对无？若无天使甲讲，伊就去互杀死希律王就甲杀死所以伊走走去埃及，结果希律王大受气的，所以伫方圆30里的部分甲遐2岁以内的囡仔拢杀死所以对咱每一个家庭，拢足清楚讲，若有婴仔出世是欢喜的部分，有婴仔出世就改变即个家族
耶稣无共款，伊入来是改变全世界，所以世界诶王实在是甲伊当做眼中钉嘛吼。所以望第一段诶部分，咱来三甲思考讲，我到底是今年诶圣诞，我是照世俗诶情形，世俗诶期待，平安喜乐彼此相听这社团嘛拢需要诶咧。但是伫基督内面到底是啥款这个身份无共款思考无共款望上帝透过圣诞真正祝福咱，互咱活出上帝讲儿女应该有迄种这第一段，因为今仔咱讲得分做三段我甲时间去交互苏慧。耶稣基督出世，总是上帝诶时，嘛是对创世进程就开始。所以本地咱头前即段诶时间诶献诗是麻烦你诶长老找人来弹吉他找一个兄弟来咱有准备2条歌望大家会当三甲做伙实体部分做伙欢喜做伙来吟诗咱头前即个。有当时对头前迄个旋律会感觉讲是 Morning has broken 每一个时代无共款，但是你看咱迄个1874年甲1948年即个迄个 David Evans 即个人伊写诶词，实际上打开始诶词较属于咱即马翻译诶即个也是伫民谣Garlic Melody 迄个传统诶民谣实际上当时是教会诶牧者写做安尼诶歌词，但是可能咱尾伫台湾尾较流行诶时阵，听着是 Morning has broken， 所以新圣诗就无甲创落来迄阵打开始就是放伫78首，即马新诶650首就无甲放入去所以有当时处境诶转化，所以头前迄段是要提醒咱大家，若是你是基督徒，你爱清楚你伫耶稣基督内面，因为你会当伫耶稣基督内面，是因为即个婴成长了以后，去互犹太人出卖大祭司出卖送去互罗马政府总督迄个总督希律彼拉多来甲判死刑，因为当时无法度。犹太人无法度直接来处死以色列人所以在透过罗马诶法律，总是上帝诶智慧，上帝诶应邀是透过耶稣死伫十字顶，伊若无死，咱就无法度得救；伊若无死，咱就无法度放杀家己进入基督内面。所以望头前第一段咧讲诶部分。是较强调讲，咱爱清楚咱诶身份，咱是伫倒一款诶角度，因为台湾有台湾诶价值观种种诶部分，加拿大嘛有，但是上帝国有上帝国诶语言，有上帝国诶价值观，有上帝国看代志诶方式完全迄个头是基督所以耶稣诶价值观透过圣经，实际上会当愈较清楚。来去了解实际上以弗所书咱头前有讲到讲这是伊诶遗书伊第一章内面特别请安了以后，第1节第2节请安了以后，伊就开始第3节一直到14节，这是一句，但是伊分做几个部分，开始伊就讲，实际伊当讲基督内伫保罗先生诶批信内面，伊总共用169摆基督内，伫基督内，所以伊甲伫基督内，耶稣基督是头，咱是肢体，这甲世界分别所以伊用咱活伫基督内，耶稣已经过活，所以伊诶听，伊诶做法，已经伫地面上落实已经开始你若伫即内面诶人你就会晓享受啥货？所以保罗先生伫遐对第3到14节开始讲着讲，
上帝伊讲愿上赞归乎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所以迄个关系，主耶稣基督爸上帝伫基督内，伊甲天顶迄个天顶的意思，毋是咱咧讲迄个天是上帝的所在，所以咱咧讲着讲耶稣伫上帝的大屏实际上咧讲着讲，伊伫世界掌权的部分，较早是用庙、用圣殿圣殿就是天甲地会当三甲结连迄个教会殿所以咱对咱的民间宗教，咱拢清楚讲，咱去庙古早伫庙伫遐咧抽签啦、拜拜，拢毋通伫遐伊徛会着。但是当耶稣死的时阵，迄个至圣所的布幕就规个裂掉马可讲足紧的，伊无讲着地动，伊直接就讲着但是头前讲着规个拢黑暗咧讲着讲这是黑暗的势力掌权的所以保罗先生伫遮开始讲着讲，伫基督内面，上帝将一切属伫上帝互人的福气完全赏赐互咱，这是对个。第一个，第二个讲，伫基督内已经选咱，互咱伫伊面头前，诚做圣洁无瑕疵，搁满有疼心的。第三，伊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有定咱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囝儿女的名分第六节，这个恩典是伫伊的爱子，就是伫基督内面白白赏赐互咱的。第七节，透过耶稣基督的保惠所以伫基督内面，咱较有法度得到救赎，咱的过犯得到赦免，这拢是伊丰盛的恩典。第八节是这恩典甲伊的智慧伊是充充足足，就是讲你若真正伫伊内面，实际上智慧绝对毋是问题。但是咱有当时啊，定定徛伫世间期待讲反正你就甲我救赎来感谢你结果我就是外口，咱就无彩实际上是伫内面，咱伫上帝国伫上帝创造的所在，愈来愈扩大伊的治理，伊的价值观所以一直到第九节互咱会当明白上帝即个奥妙的旨意，实际上透过伊的智慧，互咱会当完全明白。到第10节伫时机成熟的时阵，所有的伫天顶地下甲一切所有的，拢伫基督内面，正做合一我头前有讲着讲，对第3节一直到14节，这是一个完整的一句话希腊文201字，要讲着讲伫基督内头前有讲着讲伫基督内，总共有保罗先生讲169摆，所以望咱的兄弟对啥货叫做基督内活着不再是我，基督是头，所以基督是圣洁，咱嘛应该圣洁的定定咱教会的问题也是社团的问题要彼此相跳嘛，定定无遐容易的有当时咱掠圣经话变做过头就无彩咱变做讲咱是一个较严厉的耶稣基督的囝儿安尼，所以免真正个天条真理，佮会当圣洁，诚做一个真正属伫耶稣基督做头的教会，这嘛是伫圣诞节的时阵，咱好好继续看卖尾讲着讲咱对第3节到14节，所以咱请咱的师会个引带咱来读11节到14节。继续伫遐咧讲 New Year Resolution 新年新计划咱对细汉嘛一直咧讲新年新计划，总是可能经过3个月也是迄阵细汉的时阵我少年的时阵甲 Joseph 少年的时阵嘛，我差咧20年当时细汉的变化无遐
袂遐紧，啊，即摆世界的变化愈较紧，所以人就讲计划赶不上变化嘛，吼。所以迄个咱受着耶稣基督的带领引带，咱感觉讲逐日就是新的，所以咱咧相信第11节讲着讲伊的计划，照伊的旨意，所以到底咱是活伫咱的计划啊，求上帝来祝福，还是咱活伫伊的计划、伊的计划内面，啊，这是咱爱思考讲保罗先生咧甲咱讲的，啊，要互咱甲所有的望放伫基督内面。13节讲着讲伫基督内面，你已经听到真理的道理，所以互恁得救的福音，你嘛信伊，所以佫有圣神的印记伫你的心中，你有要安尼行无？你有要安尼行无？所以你认捌，所以伊伫第3节一直到14节，拢甲咱讲伫基督内，你的身份、你的祝福、你的是啥货？伊用安尼开始，到14节。甚至你承接的产业是啥货？迄个基业，家里的传承啊，一直到上帝的囝儿，意思讲你已经得着救啊，但是你互伊掌权，你诚做上帝的光，所以对开始咱讲牧羊人，伊毋若先去试看觅讲，这敢是真诶？天使讲诶，莫惊，我先惊到要死过来，好啦，我袂惊啦，讲即个，敢真诶？去看，真正，以马内利耶稣真正，因相信啊，所以相信啊，因就报传这个福音，所以头前咱的歌曲内面的歌词，有咧讲着讲，因去传的时阵是互人来敬拜哦，毋是讲互人来听道理哦，所以保罗先生甲这个部分伫圣诞的这个意义，先甲你讲，伫基督内面是啥货，所以第3节到14节，这真重要，对咱伫基督内面，要过圣诞节期，咱来清楚，无咱就变做甲世俗相共啊，拢干啦shopping 啦，特别折扣啦，吃大餐啦，咱即摆年岁嘛无迄个才调通去食遐澎湃的部分啦，较欢喜的当时可能家儿孙愿意。family gathering 但是你毋是信主的，甲有信主的，可能嘛无讲真大的分别，当然你若是主上帝所伫基督内面所带领的，真正无共款，因为你是反射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光出现伫咱的社区内面，所以。我最近有参与一寡教会活动我有演戏有2天的演戏，有个人见证就是讲，来教会看着咱每一个人遐个同工也好，感觉伊敢若伊的面容都无共款啦，佮伊的态度，伊对每一个无论清楚熟悉，迄个态度拢相共，拢足 friendly， 足谦卑，足愿意 open their arm， 开伊的双手来领子人，所以望咱伫即个圣诞节期的时候，咱爱清楚咱伫基督内面是啥款。特别呢，对第2章，以弗所第2章一开始讲着讲古早，因为恁是死的，伊毋是咱亲像咱咧唱 Amazing Grace，还是Prodigal Son，就是讲浪子的部分，迄个走迷。古早路行歪纸，毋是保罗先生伫遮讲着讲，恁是死，其实恁伫罪恶内面生活，军队即世间的风俗，所以你所顺服的，就是迄个邪恶的观念。但是约翰福音第8章是讲恁的爸是魔鬼啦，所以第2章是讲恁古早的生活嘛是亲像因。对肉体的私欲啦，心内的意念拢甲别人相共，本底就是伫上帝甲按算讲爱受到刑罚的人，总是 But God 第4节，第2章的第4节讲，因为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有丰富的恩典伊疼咱，
的即个大爱。所以伫咱死的时阵，互咱透过耶稣基督，会稳定咱活起来。所以咱伫基督内面甲伊共同过活，甲伊三甲做伙坐伫天顶。所以有当时即个事会通互咱变做误解，就变做讲死后去天堂。实际上是伫上帝迄个所在，上帝伫地面上治理的部分。所以第二章的1到10节，迄嘛是足重要。我望咱遐这有时间，就好好去看这个遗言讲足清楚，讲过去咱啥款即阵伫基督内应该得到什么款的福气。所以咱今仔伫圣诞的时阵，望咱知影讲，咱毋是靠咱的好所行，毋是靠咱的行为，咱是耶稣基督是头，伊来带咱是基体，带咱安怎行这个世间的路，毋是亲像过去迄个头是魔鬼，是世俗实际上是魔鬼掌管，所以这两个无共款的部分。那保罗先生伫以弗所书讲足清楚的，讲咱爱，我相信大家拢爱伫基督内庆祝圣诞也好逐日得过得胜的生活。好，咱三个做伙来祈祷。主上帝伫即个圣诞节期的时阵，阮对 event 的拉丁文的翻译叫做来临，伊毋是抬杠所以讲抬杠是为着世间世间的人未信主的人，望耶稣基督会当进入伊的心所以对世俗来讲，大家开始拢会讲是因为我信主，但是伫尾无论是福音书也好，是以弗所书第2章遐内容讲着讲，这一切拢毋是靠你，完全拢是靠上帝的信心上帝的信实。所以帮助阮伫即个圣诞节期的即个过程，世俗人拢在庆祝耶稣基督，伊讲耶诞节，耶稣诞生的日子。但是对咱来讲起来，咱清楚讲，新约圣经拢讲着讲，伫创世进前，即个救赎就开始所以帮助阮的兄弟伫即个世间的逻辑上会通，实际上上帝下国的 logic 是无相款。望咱对新约的部分会当愈较清楚，会当逐日活伫基督是头，咱伫基督内面有宝血继续加早，帮助阮活出丰盛得胜的生活。祈祷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